咱今日要读的经节，圣经节是有3位：创世记12章第1节甲第3节，22章第1节甲18节，罗马书第4章13甲18节。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：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名做大。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，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责罚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上帝赐亚伯拉罕，叫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带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，你所疼的以撒，去摩利亚的地。我要指示你的山，伫遐将伊献做烧祭。亚伯拉罕透早起来，备办炉，带伊的2个少年人，甲伊的囝以撒，也破烧祭的柴，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伊的地。到第3日，亚伯拉罕夜望看迄个所在。亚伯拉罕对伊的少年讲：伊若如踮遮听候，我甲囡仔去遐敬拜，就倒转你遮。将烧祭的柴下伫伊的囝以撒的身上，家己的手举火的角刀，对迄碟2人三角行。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：爸啊！伊讲：我的囝，我伫遮。伊讲：你看，火甲柴拢有，总是烧祭的羊仔伫倒落。亚伯拉罕讲：我的囝，上帝要家己备办烧祭的羊仔，对迄碟2人三角行，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。亚伯拉罕伫遐起坛，将柴摆好，把伊的囝以撒下伫坛里的柴顶。亚伯拉罕就伸手举刀要杀伊的囝，耶和华的使者对天叫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！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使者讲：你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下手。也毋通对伊怎样做，因为我担知你是敬畏上帝，也无将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，留地毋互我。亚伯拉罕夜目看见后面有一只羊羔，角甜伫规铺的树仔。亚伯拉罕就去掠一只羊羔，献做烧祭来替伊的囝。亚伯拉罕名迄所在叫阿伊勒。到今日，人犹原讲，伫耶和华的山要备办。耶和华的使者第2摆对天叫亚伯拉罕讲：耶和华讲，你已经行这个事，无留你的囝。就是你独生的囝，我就只家己咒詛讲，我祝福要祝福你，加添要加添你的福的，亲像天顶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的福的要得到这个对得的权益，搁地上万邦要因为你的福的得到福气，因为你听叹我的话。因为所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做的好事，承接世间的，毋是对律法，是对神的义。因为若是律法的做好事，
就对项应允也贵无，因为律法是至高受气，若无律法就无犯着。所以对神通照稳定，要互应允坚固伫正途的。那伊伫迄个属律法的，也属伫汉信的，伊伫伊所信的上帝的面前，做咱正人的爸，就是迄个互死人搁活，叫迄个无的，那亲像有的上帝。照所记载讲，我设立你做邦国的爸。伊无通五万的中间，对五万来是，互伊通正做一个邦国的爸。照所捌讲的，你的互的要亲像安尼。下面咱要请王国长老为咱做的分享的题目是：伫应允中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伫遮也未三甲分享的大声，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听从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好会带领甲照顾。阮伫今日早起正有时间，有即个机会，过来伫遮要敬拜你。恳求主，你拢甲阮三甲伫咧，互阮知主你的救恩是怎样的大。主，伫这早起时，阮检采犹原心内犹原有受捆绑，犹原有受着侪的阻碍，总是阮要恳求你摒空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伫遮来听主你的声。主，恳求你也帮助伫阮早起的事奉，为头到尾有你甲阮三甲伫咧。阮恳求你帮助伫我喙内所要讲出的，是照你所欢喜。主，求你看顾帮助伫阮的心上。阮也要感谢你的带领，伫阮的教会有真侪的信仰长辈，拢望伫主你的照顾甲带领。带伫头前的路，阮将遮的拢一切要交托伫你的手，求主你帮助看顾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未堪的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应允中，咱要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即幅图，我要请问咱的兄弟，毋知有印象无？有看过无？吼，伫咱顶个月的月历顶头，就是即幅图应允。因为我即个月历是挂伫阮的食饭桌头前遐，我逐工伫食饭拢得看着遐。吼，遐讲应允。顶头有写讲，人耶和华做伊的上帝的，迄个国有福气；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，迄个百姓也有福气。所以我相信上帝互咱的应允，是要互咱拢有福气。所以伫今日，我要来甲咱三甲来思考，什么是叫做应允？伫圣经顶头，互咱有侪真明白的意思。伊的应允就是讲，上帝要答应来坚固你，要答应帮助你，也要答应来扶持你。伊要坚固你，咱犹原看伫圣经腓立比书4章13节顶头讲，踮伫想事我快乐的，我事事拢会。这就是要坚固你，互你踮伫伊的快乐，逐项拢会。伊也答应要帮助咱，
伫希伯来书4章16节顶头讲，等着好胆就近稳定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着稳定，做及时的帮衬。真明白伫咧甲咱讲，伊要帮衬你，伊要帮衬咱头前的路。伊阁答应咱要扶持咱。伫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讲：你无得惊吓，因为我甲你三角地地，无得沦落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的确坚固你，我的确帮衬你，我的确用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伫即位的圣经3摆在甲咱讲，伊要坚固你，要帮衬你，要扶持你。上帝应允就是对伊嘴内所讲出迄种祝福的稳定。伊也要阁成就这个话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伫咱今日所读到的圣经，伫创世纪，伫遐上帝有对亚伯拉罕的应允。上帝的应允伊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名做大，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责罚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伊的应允，也是伫咱圣经头一本创世纪真明显的记载。所以伊伫遐应允亚伯拉罕，要祝福伊，要祝福伊。搁伫一位的圣经伫遐教示咱伫上帝的应允中，咱爱谦卑搁顺服。上帝因为安尼，伊要试亚伯拉罕，伊对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伊伫遐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带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。咱拢知，即个独生的囝是伫亚伯拉罕真老的时，上帝所赏赐。伊讲：就是你独生的囝，你所听的以撒。去摩利亚的地，我所要指示你的山，伫遐你将伊献做烧祭。亚伯拉罕就安尼透早起来，比万如带伊的2个少年人甲伊的囝以撒，破烧祭的柴，就起身去到上帝指示伊的地。伫遮佫有讲，因为亚伯拉罕有谦卑顺服上帝所教示伊的、所交托伊的，所以伫遐上帝对伊讲：你已经行正的事，我无留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，我就只家己咒诅讲，我祝福要祝福你。加天要阁加天，你的雨会亲像天顶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雨会要得到这个对德的关爱，搁伫地上万邦，要因为你的雨会得到福气，因为你有听从我的话。伫圣经真明白甲咱讲，伊甲亚伯拉罕讲，因为你有听从我的话。所以伫圣经咱爱知，伫上帝应允内底，咱爱谦卑，爱顺服。搁伫圣经我真伫青年的时阵，我一直真戆硬的所在一位，就是摩西。伫遐
我常常想讲，奇怪，摩西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为什么伊袂伫到伫上帝要赐福伊的留密个年下底？因为伫民数记顶头真详细的记载，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，因为会众无水通啉，就大家组织伫遐要来攻击摩西甲亚伦。百姓就甲摩西三角计较讲：前阮的兄弟伫耶和华死伫耶和华的面前，阮毋达到迄时煞来死。伫遐摩西甲亚伦心艰苦，就离开伫会众，到伫会幕的门口，趴伫地面，伫遐求叫上帝。伊讲：耶和华的阳光伫迄时悠然对伊来显现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你着举管仔，甲你的兄亚伦召集你的会众，伫你的目睭前，你命令石盘出水，你命令石盘出水，你为着百姓要互水对石盘出，要互会众甲伊的精神来啉。摩西趁命令，就伫耶和华的面前举起伊的管仔。当摩西甲亚伦召集会众来到石盘前的时，伊看到这个会众的欢欢吼，伫遐摩西无听命令，煞上去，伊举伊的手，用管仔拍石盘两下，用管仔拍石盘两下，就侪的水伫遐来流出，互伊的会众甲伊的精神啉。像这咱看到遮，你有听见伊是安怎奈无受到祝福吗？因为上帝教伊讲，你着命令石盘出水，无教伊用管仔拍石盘。所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讲：因为恁毋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尊敬我，所以恁无伫通带这个会众入我所要赐福互恁的地。所以伫圣经，咱今日所读的这三，咱是毋是会伫晓悟知影？上帝的应允就是咱爱谦卑顺服，咱爱吞忍佮听候，伫咱患难中听候上帝的应允。咱爱伫患难中听候上帝的应允。这幅图顶头我有写是基山大洲教会，基山的大洲教会。我有一个小弟伫东门教会在聚会，伊是一个真有才华的青年，伊对画图、对音乐拢有特别的文字，伊有绝对的音感。伊在听音乐，实在讲，我听无，因为伊拢听古典乐，真好听，但是我也无了解迄中间伊所欣赏的角度是伫对。伊伫106年正月时，对伫三商银行总行的副总经理伫遐来退休。我想咱兄弟拢知影，伫三商银总行副总经理迄个位阶是应该是真悬。伫伊当想要讲退休了，好好过伊的退休的生活的时，总是伫去年7月，上帝煞互伊一个真重的功课，实在是真重。我的金仔就是伊的太太伫遐来中风。有人讲，上帝有计划，撒旦嘛有伊的计谋。
就安尼伫无用的中间，伫退休的生活的中间，伊逐工陪伊的太太，伊带伊做福建，久3个月久。伫遐伫伊的生活顶面，实在讲变做真无品质，嘛真无方便，伊也心内真艰苦。总是若每一摆我去到伊的家庭，伫遐要探访伊的时，我拢看到伊的桌仔顶有3本圣经，是安怎有3本？一本是中文的，一本是英文的，一本是白话字。因为阮伫细汉伫教会主日学的教导，拢是读白话字的圣经大汉，所以其实阮的习惯，伫阮的兄弟姊妹中，阮的习惯拢是看白话字的圣经。所以伊伫遐看白话字，也搁看中文、看英文原来的意思。伊逐工伫遐研究圣经，伫遐看圣经。有对伫圣经有真深的体会，有真坚定的信心，伫遐要听候上帝的怜悯。所以每一摆我若去到伫伊遐，甲伊同啉者，也是讲话时，拢会看到伊伫遐流目屎，伫遐祈祷求叫上帝。虽望伊心内有真多的抱怨，总是伊幽怨吞忍听候上帝。伊相信上帝一定要有互伊好的应允。伊逐工伫遐为着伊的太太，甲伊翻身、换衫、拭身躯，佮甚至去到伫灶骹。兄一鼎水芳到伫浴室，为着要互伊的骹的血流通较好势，骹会较紧复原。我甲伊讲，虽然你毋通安尼做，万一你若为灶骹芳到伫浴室，迄鼎水烧滚滚来跋倒，你会受伤。总是伊讲，伊会说语，犹原伊逐工安尼做。咱知顾病人，家己拢袂记家己的身躯，所以伫遐伊煞倒落，换甲伊看病。换甲伊看病的时，伊爱带伊，爱开刀。伊就拜托我讲，三姐，你是毋是会当来？陪我带伊，我要开刀。因为伊的太太要伫福建，骹手无方便。伊有2个囝，一个伫澳洲，一个伫日本，拢咧上班。我只好受托，带伊，甲伊去到伫病院，伫遐来陪伊开刀。当伫带伊这段的期间，我阁一摆体会伊对上帝迄种坚固的信心，伊对上帝迄种应允的期待甲听候。当阮伫遐要等候进入开刀房的时，伊甲我讲：“三姐，小等，咱三甲来祈祷。”我讲好，就安尼伫遐咧听候的时，一晚呢久，主治医生到伫即中间，来通知伊要开刀的时间，当时要杀伊入去到伫开刀房。当即个医生要离开的时，互你想袂到的是，即个医生招阮讲，咱为着今日的开刀。先来同心祈祷。其实我真感动。我想讲，这个医生哪会招阮做伙来祈祷？刷咧伫伊身躯边仔的护士讲，我嘛是基督徒，我要甲恁三甲来祈祷。就安尼，阮
牵手为着伊会开刀，伫遐来动心来祈祷，求上帝将伊的肉体交托伫上帝。恁毋知会想着讲即个医生来为着伊祈祷吼？其实事后我有去了解，即个医生是属伫约书亚医疗团队的医生。约书亚医疗团队的医生，伊伫遐要医伫医疗的时，伊拢有真好的信心伫遐祈祷。所以圣经伫遐有甲咱讲，咱爱有坚定的信心，因为信心是一种看见上帝的应允，经历上帝甲咱三角地地迄种的心境。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讲，因为阮在行是对信，毋是对所看。遐伊有相信上帝的应允。伫耶利米哀歌，伊遐有记载讲：既若听候耶和华找求伊的，伊要施恩互因。望耶和华的拯救，静静听候，这是好。望耶和华的拯救，静静听候，这是好。因为主的确无永远来气杀人，主虽然互人忧闷，要顾要照伊百般的慈爱，发出迄种的怜悯。所以，我要讲，咱犹原爱将咱的望放伫耶稣基督的手里，咱莫互家己有负担。伫以赛亚书41章13节讲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看你的正手，甲你讲，毋免惊，我要帮助你。毋免惊，我要帮助你。伫诗篇130篇第5章也甲咱讲，求你，互我早起时会得听见你慈爱的声。因为我靠你，求你互我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像这咱是毋是伫每早起床，拢有伫遐对上帝来求救，对上帝来祈祷？伫早起时，伊要听你的声，伊要用伊慈爱的声来回答你。咱现在每一个人，拢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人。若无，你无法度竞选做上帝的囝儿。所以，咱伫上帝的应允中，要怎样爱通来领受伊的恩典？咱伫上帝的应允中，要来领受伊互咱的恩典。伫2021年，咱拢足会记，就是世界新冠肺炎真严重的一年，咱毋知会记着啊无？伫迄年的9月，我忽然间接到洪宇敲来的电话，伊讲妈妈，明年过偌济是当时？我讲。明年过偌济都4月初8啊，安尼。伊讲，你敢会当准备来陪我吗？我心内想讲，新冠肺炎拢袂得出国，伊若叫我去陪伊。伫遐伊甲我讲，因为伊伫过来的3月就要生产，伊爱我去陪伊。迄时我实在讲，心内真欢喜，嘛真紧张呢。因为世界各国拢关门嘛，飞机嘛无飞啊，你也袂当去啊，要怎样？所以我逐工为着即件事在祈祷，求你开路，主求你开路，
互我会得安然去到英国伫遐来陪伊。啊，真正伫遐伫求救的时，上帝伫遐开伊恩典的门。我伫报纸忽然间看到讲，中营华航伫12月20开始飞英国，这些敢毋是一种的恩典吗？我想讲啊，感谢主，我随时伫遐着买机票。我的机票是伫3月18暗时的11点，伫遐抑阁还袂使出国，还袂入境，抑阁足侪的规定。哦，我实在是嘛头真疼呢，吼，毋知要安怎，吼，我嘛是逐工祈祷，求上帝帮咱开路。伫即时，我阁感受到上帝一介大的恩典。就是伫3月16的时，2022年3月16，伊遐公布，伫3月18透早4点开始，英国开国门，所有入境毋免检查，毋免有做啥物检测啦，吼，还是安怎？嘛毋免互关伫迄种的防疫旅馆。哦，兄弟，其实我毋知影，总是我的机票定伫3月18迄暗时11点，足拄好。兄弟，你有感觉这是上帝恩典吗？真正，我实在是拢想袂到。3月16透早4点开始解除伊的国门，互我会当伫遐随时伫遐来入境。我就安尼真平安、真顺遂去到伫洪宇的厝内。所以，咱真福气，咱真做上帝的囝。所以，咱应该爱将家己来交托互上帝。因为诗篇143篇第8节底下甲咱讲：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听候，伫伊的话，我有真多愿望。咱犹原爱谦卑来接受伊的安排。伫哥罗西书2章迄位的圣经嘛，甲咱讲。所以，你若既然接纳主基督耶稣，就着照安尼伫伊来行，已经定军伫伊，就直直去做，受去做对神来坚固，照咱所受的教示，咱要得到满满的感谢。所以，兄弟，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咱毋通惊祈祷，毋通惊对伊来求救，因为上帝伊欢喜将伊丰盛甲慈爱互你。对上帝来的应允，应该应袂落空，因为上帝予咱的话是真实。搁通考考，伫罗马书4章，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，犹原有甲咱讲，因为所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做后嗣，承接世间的，毋是对律法，是对神的义，是对神的义。因为若属律法的做后嗣，神就归伫空空。应允也要废无，所以咱是对神通照上帝的恩典，伊的应允来坚固伫咱。
照圣经所记载，伊无通五望，伫无通五望的中间，对五望咱来信，伊就要互咱诚做邦国的国。所以照伊所讲的，咱毋通犹豫，伫信咱会搁较勇敢，来归荣光伫上帝。佮相信上帝要成伊所应允互咱的。咱逐工咧看圣经，圣经一摆佮一摆咧甲咱启示讲，伊上重要的真理是信心。伫信的人凡事拢会，真正信心是绝对相信上帝要成就伊所有的应允。咱若踮伫信心，照着咱的信心，踮伫上帝的应允，咱要徛伫伊的石盘顶，咱要相信伊的话会成就。只要咱全心全意来相信伊。知影因为上帝的大能力、大慈爱，伊要互咱带来真大的期待甲愿望。总是我知，甲我同款，咱伫信心的生活的过程中，我毋知你是毋是有发现着无？无遐尼容易。你所要掌握的，有时并毋是你所要爱，因为你若要有即款的信心甲能力，你一定爱听候上帝，你就爱听候，因为圣经讲，听候耶和华的要定心得着快乐，所以咱应该爱无惊吓来到伫伊的面前，向伊来求救。咱拢知应允毋是出自咱家己的心意，是出自上帝的嘴。上帝的应允永远绝对无落空，因为伊的话是真丰盛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常常爱为着家己所需要伫遐来祈祷？叫上帝互咱知伊的应允，互咱会晓来持守这个应允。有时咱毋知会感觉讲，我所求、我所爱的，哪会拢无？我的祈祷哪会拢无？因为上帝所需要咱伊应允互咱的，是咱爱刚强壮胆，爱照伊的计划，毋是照你的计划，是照伊的期待，毋是照你的期待。你毋知有深深在思考，伫遐你的祈祷无成就的时，你是怨恨上帝，还是伫遐定心来祈祷？亲像圣诗伫遐讲，我的祈祷，我若所求，下你的旨意，愿你得成。我的祈祷，若是下你的旨意，愿你得成。我想这就是咱基督徒上大对咱的应允。咱爱仰望上帝伊所要互你的旨意，你才有通得到迄个应允。即个要安怎讲？变是伫110年的时，我伫长老退任了后，真荣幸，真受恩待，受小会伫遐来聘做名誉长老。顶头有一句话，是我真爱的圣经节。伊遐讲，我一生一世要有恩典慈爱对着我
我还阁要住伫耶和华的厝，直到伫永永远远。我相信伫即句的圣经节，是毋是你甲我拢真爱？你的一生一世要踮伫耶和华的稳定甲自爱，要住伫伊的厝内，直到伫永永远远。所以伫今日最后，我犹原要用这位的圣经节，甲咱三甲勉励，互你放伫你的心内。我望讲，伫咱的兄弟每一工所行内底，真正会伫上帝应允中来领受伊，互你的稳定甲自爱。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听从我的爸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应允，我正通活伫即个世间。因为你的应允，阮才有迄个福分。主啊，阮愿意用一生一世来听候，来交托伫你的手，求主你带领，求主你，互阮会伫一世人住伫你的殿中，享受你的福分。主，阮感谢。恳求你犹原带领阮兄弟每一个人头前的路，互阮的兄弟所专心求讨的，照主你的旨意来行，互阮的兄弟每一个人头前要行的路稳定满满，无论伊的家庭，每一个人直到伫永世代，阮将安尼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，祈祷恳求拢袂堪得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